算系大雅厝为主嘅新竹人唔放到占石乡，因为提点特别风景动奖，安东年内写来前度游客，所以请咱想象，10年前两位就出现全国第一只高山提起嘅舞会，用三小板打造新机会。 新竹人唔放到占石两位水质清好、清强烈，大家都地非常有名。两位嘅乡亲自家向安东因嘅5个以后，两下大家用三小板嘅方式，本大家嘅通路进来进好，大家经济咪变好。不过两下记得因为技术嘅提高，两下咪向嚟进来进到嘅高经济种。元旦应该系农会当家嘅山区，才出现舞会停手嘅三小板，讲正经很有啲罕见。 当然也系有故事嘅。了解类似关系，学高山超过20年嘅辽金量，10多年前看到包含自家在内，几只新竹人高山提起嘅用青叶，大体系自家发展、自家卖。虽然有好嘅品质到技术，但是却冇办法卖到很好嘅价值，所以开始拜访占石老五峰山体两乡国家用thiết廠。 签署发起组织三小板，对提起舞会负责葡萄下，1992年正月正式成立新竹区高浪舞三小板，学嘅面积超过5公顷，办然分布五峰乡、占石乡、老王山乡，甚至系关西山区。主要用设嘅系高浪准舞、乡舞、老车后嘅顺舞，嚟到高浪舞，平均特只用thiết廠年产量大约有60到80公吨。 后摆茉莉产销班的时间哈，全部学到本台班的批发，价钱为下低。茉莉产销班成立之后哈，回到认真服务了，就让你请田经理的推广的路线哈，确实有帮了我们很大的忙。因为我都有山人去哦，当偏僻嘛，你讲人客来来的话哈，今日5地的话哈，今地我来啦。 它这产销班的好处，它有一个广告，有一个层面哦，各方面资讯比较流通的比较好。希望经过整合产销通路，提高附加价值，增加五民收入。喺你安东年内最主要嘅性质，除了普通高浪舞，就是两枚珍贵嘅纯良舞。 县长独当人嘅为所，本人喊做潭水舞之宝，正经名儿按做孙舞嘅基，系地区上最大妹、最聪明嘅潭水舞，重做得超过1000公斤，寿命做得超过200岁，外形20年内唔是改变，分布在北半球各位土区域，种类有27种，和孙舞卵造成嘅舞种，本共系世界3大之美。群鱼嘅特征哦，佢做下尖。 去做下尖，啊，佢做底下人。首先有4条呼吸哦，呼吸过来16只嘴，佢嘴摸牙齿，啊，这些东西系用嚼来。这贵肾除了鳞片、甲骨文是唔得，鳃是唔得，还有全部是得。地部摸骨头，16个龙骨、软骨，头能下一年。 台湾各地乃唯独有高山舞大家用切，不过对新竹人占石韩国唔放两位，因为两位天然嘅环境挺好，也海拔平均每有700公尺以上，让做咧本来都系当空气咪效率品质当好。不过还重要系两位嘅水嘅品质非常强烈之外，最重要嘅系有拉浪。 利用最强烈有拉浪嘅好把水。 新竹区高浪舞三小板，尽量将每一条舞仔儿学到最好。除了正规嘅顺舞，因为水真紧动浪，两位嘅准舞咪系热点站。占石五峰关系两方面呢，山下高啊，佢水下浪，学舞是冇安排大，时间也下长。啊，譬如说，譬如咱学嘅舞，人家可能学2期，我呢度是学一百，1期0，啊，1期是人家。
佢係唔會大，水下冷係唔會大，但係佢嘅品質話好，肉質話好。裁缝准是三小板地图最主要学嘅准因为五线有一条彩色嘅线条，本显做了只名。因为肉质冻柔，骨头柔软，是最本分养嘅个人之一。不过和平镇没有配套方式来防万一，从因风采污染水源，也是量产铁道嘅细节。经过经验，学系人未按发出加工产品，用传统卤焊方式。国家健康包装技术来增加切割嘅收入。当时啊就暴风灾啊，态度变态啦，脚很多啊，头摆足前多，头咧就冇办法，喺度喺边讲啊，实在去吃啊，现在那撸起啦，咁嘛事体啦，慢慢撸起咧个时节啦，是多大安好些啦。咁但係喺啲個路啊，連到你市面上嚟做準嘅啊，又通行嘅又高幾路，咁我講係應該快啲來別睇難言啦，唔浪費鐵道嘅魚，要做得適當哪一種範圍，鹿晗準魚變身新竹高山才提名山，不過河山河水嘅兩位，當然還做得學漢拿多嘅高經濟價值魚。從兩妹平均而學5年，讓做得安泰妹人工車後嘅高山古魚。咱饲养嘅部分啊，注意嘅是伊嘅水温，上好啊，拢会当甲维持伫个17度到19度这个水温，水流啊，当然你若愈大尾，咱就甲保持较粗流的，若较细尾，咱就会啲窟窿的水流会较温柔的。因為隔日新竹山區來自宜蘭三鄉，咪係三小板新染自己嘅用青業者林先生。做到咧車後嘅新意後，用適合嘅養殖方式，將超嘅水流度凍漿嘅高冷魚培養到最好狀態。喺日頭下金黃色嘅魚鱗，也表現出掠到高山車後嘅高價值。到後度水流度發通嘅車後嘅目標用。為魚嘅時間一到，就貴圈跳出來長勢嘅加州鱸魚，面對兩位學到清楚。除了水溫、水質、氣候，三小板新染技術交流，向專業單位請教，係成功嘅主要原因。尤其面對遇到特別難學嘅魚，還係需要專業知識來填修。個人大家都知，除了害怕高，還個水質好非常重要。不過咧，香魚兩種魚，然後其他魚又完全冇共用。從咧五色肯定嘅太嘅補，最主要係因為咧香魚非常嬌細，所以嚟保護佢，讓佢係生長做得係好啲，咪甚至本佢係抗見到。突然間又只釣又啊，食魚嚟釣，牙瓜乜嘅好啦，拍瓜好啦佢比降一擺啊，佢半夜佢就會唔食啦。從啲嘢講當講，就係講暗暗間忽然間講個天火走下去話，叫佢跳，個跳後邊飆出來嘅話，就是嘅。所以講以前邊度好啊。一下就得講冇熱聲嘅香魚，因為前景黑到唔好香，甚至喺內水差24點鐘輪轉半嘅容器，落其他嘅魚比起來，需要很多嘅耐心來照顧。不過未因為咁樣，對消費市場地圖。幾個家事一切唔會難。按啲嘅東西啲成長嘅，使用嘅環境都重要。目前喺度山塘就應該係水浪，水下偏鹼性，按啲成長會係慢啲嘅，因為在浪嘅時候成長在慢。按你講其他嘅時候就話，因為佢個溫度下高，佢個上面嘅叫做成魚吹起嘅，按從喺度係咁嘅。我们饲料涨了，鱼涨了，我们还是说
我想说还保持这个原来这个价钱呢，保持这个原来价钱呢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再提高的话，就可能景气不好，也没有人会来消费，是没有用啊。冲头开会较无问题，系三小板空台通路增加知识嘅重要过程。不过大家拄上嘅第二系，偏偏都系业者，冇想唔讲究到专业本学者咩？唔会啊，健全变成咯。 大家嘅理念講出來，溝通了後，大家銀行嘅想法樣板，變成咯帶來一地方嘅話，很難分鐘啊。到特色業者他們過來，甚至呢個產銷班力量為下提到，將來對政府方面嚟講，推廣呢個學題好推廣，比較有團結的力量，兩下提。 價錢蠻好講。好，小朋友，你們看到現在這個魚嗎？平常我們都不會到啊，今天難得有機會來這邊啊，盡量而為，好不好？但是不要靠得太近啊，不要靠太近。衝頭內容一衝參觀嘅小朋友，為飼料通識並認識高山魚嘅品種，和你歡喜嘅法通，咪係對養殖業者喺兩年推動下，開始出現高山魚產銷班嘅附加價值。 萬種品種未先傳一家，就得講係最專業化嘅行銷。將唔簡單學，甚至唔離片行銷嘅個人用5會產銷班方式，團結力量同台通路，外本所有班人都做得將辛苦學嘅盡量賣出去。 雖然係第一隻高山5會產銷班，不過佢哋累積經驗兼開發，也都抗奪高山地圖嘅珍貴好魚，未讓做得本見來見到人有機會來創。